呢，我们的蛙贵以及蜜蜂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哈，老师的照片呢往下移了哈，没有错。我特别呢把这个CD 专辑把它架高一点点，把它不一样的层次感。那呢，蜜蜂大大说哈，老师穿的衣服呢，你也有这件衣服啊，哇，那我们有同一件衣服了哦。还是把它定来做这个团服呢？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明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念念以及我们的小秋哦。小秋呢也说呢，老师晚安，大家晚安，萤火虫小座的老师同学们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那呢，我们稍等一下呢，直播节目就要开始喽。感奖礼杯，老军队神将头家，快来呀，快来！唔通嫌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必要领红兵，为父提军王受礼听，为夺公主不准行，不怕怒为满心兴。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的蜜蜂大他说呢，这只树懒呢，这个为啥声音感觉卡卡的哦？真的假的？有人觉得这个声音卡卡的吗？再来呢，我们的这个蜜蜂大他问说呢，这个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手上呢又拿了另外一顶帽子哈，他就算戴了一顶帽子，那呢又让他呢这个手上再拿另外一顶帽子哦。这样有可爱吗？声音有卡卡的朋友吗？还是说呢，还好的，收音有点卡，是不是？是我转的不够优秀吗？来，再来呢，我们先来唱一下我们电台的歌曲，我们的七字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笑嗨嗨。阮的
培青菜，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喜剧新闻啊报你知。阮的节目啊是卖凊彩，戏剧传承又要亲手栽。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我们线上的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呢我们的 KARO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苑玲说呢，今天比较早这个下班，是不是？外面在下雨哦，哇！欢迎我们的苑玲。再来呢，也要再掌声加尖叫一下哈！欢迎我们的这个小阿姨。哦，苑玲是哪里的朋友呢？外面有点小下雨，是不是啊？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要来播报一下天气哦。明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喽。明天呢，台北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40%到30%左右哈。所以说呢，北部的朋友不外乎呢要携带一下雨具哦，这个雨伞哈以及雨衣呢，要记得携带一下下，不然呢你就会淋到雨哦。再来呢，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呢，这个台中以及台南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10%到0%左右。所以说呢，台中以及台南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呢这样的天气哦，要准备一下雨具哈，因为呢再过几天这个呢要开始冷了哈，这个寒流呢又要来了，所以说呢全台都逃不过的哦。再来呢是我们台东的朋友，明天的降雨几率呢一样在20%左右哦，所以说呢台中的朋友应该说全台的朋友呢，这雨具都要携带一下下。特别呢是我刚才没有播报到的我们的基隆的朋友明天的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70%左右，所以呢基隆的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我们的小秋呢也与我们的小阿姨来打声招呼哦。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让我们穿插一下我们的歌曲，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播报今天的即时新闻哦。我们先来听我们的7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奇情上水七杂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败咧啊，实在太爱恋恩来。我回府何愁，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红的
叫你啊，无非做点悲哀。一步经春选叫我自带，哦啊成天台过牛排，冤家冤家江村啊，江心抓出彩，真心将将相对待，何言论你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当然，七字连空奏呢，在这个伤心的阶段也可以唱的啦，甚至说呢，这个各说各话的啦。哎，等一下呢，来讲一下呢，这个宜兰的新闻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这个小阿姨跟大家提醒一下说哈，天气呢有点开始变冷喽啊，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保暖哈。哎，天气呢今天晚上还不算冷哈。明天呢开始呢就会真正的冷喽，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北部的朋友啦，甚至南部的朋友呢，这几天开始要注意保暖了，寒流要来袭了哦。再来也欢迎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小秋也互相的跟大家打招呼喽，也欢迎呢我们的蛙贵和我们的管理员呢，经过他昨天的建议，说呢昨天这个闲聊播啦，要留在线上呢来给大家做收听，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听到这个昨天闲聊播的朋友呢，也要先感恩一下我们的蛙贵管理员。我是雨涵电台的主持人，我叫做钱蛋雨涵，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哦。不论呢你来听这个戏曲的小知识啊，甚至呢新闻，还有呢我们的明天的天气预报，都欢迎大家哦。再来呢来跟大家播报呢宜兰的新闻喽。宜兰有这个业者呢，假装自己呢是这个种瓜的瓜农啦，事实上呢，他其实是这个山老鼠藏这个红桧木。那呢，其实这个警方去一查呢，发现了呢有18个共犯哦，有18个人哦。那呢，听说呢，曾经还是黑吃黑的，就怀疑说呢，这个怪手的司机呢，也是呢，这个会偷东西啦，会偷这些块木哦，所以说呢，就把他囚禁起来。那呢，也用了这个17万才解脱的，才脱困的哦。这是呢，这个宜兰的新闻哦，这个山老鼠偷这个红块木哦。再来呢，有没有线上是家长的朋友呢？你们常常陪伴你的小朋友去这个公园玩溜滑梯吗？哇，原来这个溜滑梯呢也暗藏了危机哦。这个溜滑梯呢，这个小朋友呢从上面溜下来，但是呢可能有点卡卡的啦，不顺的哦。结果呢，到后面呢，一个家长呢抱着一个小朋友给他冲撞。这个呢是发生在我们新竹的新闻。那这个小朋友前面的小朋友呢，就脸部朝地撞了一下，还好只有这个轻微的擦挫伤而已。但是呢，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呢去到这个公园啊，不管是玩这个溜滑梯啦，玩这个荡秋千啦，甚至呢玩这个跷跷板哦，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哦。完蛋了休息2天之后呢，开始在咬舌头了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
播报我们高雄的新闻哦。高雄呢有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外籍的人士呢，这个情侣双载，想不到呢，这样子哦绕来绕去的途中呢，想不到被这个大货车呢给撞上了，结果呢被碾毙了哦。但是呢，其实这个路段上呢，也因为最近在施工，这个台一线呢这边呢最近在施工，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车道有点缩减了。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安全。骑在路上的话呢，这是发生在我们高雄的新闻，偶尔呢会有一些这个车道的缩减都要注意一下，尽量慢下来。也欢迎呢我们的乳猪以及呢我们的书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这个呢，没问题哦。那呢，赶快去睡觉哈。你要学测刚考完哈，考得还好吗？赶快先去睡一觉哦。也欢迎呢我们的力 H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你好啊。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骑在路上，甚至呢，你开车在路上，还是呢，你是行人啦，走在路上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哦？我刚才有瞄到呢，蜜蜂大大有私讯我的啦哈。那呢，我这个下播再回你哦。再来呢，我们这个力 HAN 大大说呢，大家好。一样呢，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混用广播七十相守。心不快笑无理由，为爱多自己白首，绵绵今宵多忧愁。滚泪红甲千金里，可比红红两金地，甲一归爱蝶连理。心情凉了养何归？顶端八百心小平，好的。红光变水，天黑乐观轻破衣，我家背在一孤单好买回过。呢，我们的这个陈华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回来了哦，感恩呢我们的这个陈华以及小秋的这个拍手哦，感恩。
哇，陈华还打上了这个爱心刚刚所唱的呢，这个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呢，就是呢我们电视歌仔戏曲调。什么叫电视歌仔戏曲调呢？就是呢早期呢在电视上啦，我们的杨丽花啦，这个叶青啦、黄香莲呢，花钱呢去制作的曲调，这个呢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那呢还有上百首这一次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有几首这个电视歌仔戏曲调啦，例如呢刚才所唱的这个花娇艳、良夜之歌，我们的这个莲花铁三郎、风萧萧，还有呢怒骂调，这一些呢都是电视歌仔戏曲调。那呢不外乎呢还是有我们的传统曲调啦，我们的七字以及都马调。那呢也跟大家讲个好消息杨丽花老师呢，她在这个传艺中心有办这个展览咯。再来呢，等一下也来播报呢我们台北的新闻。我们蜜蜂大大说终于正常了刚刚呢的声音呢，很像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收音机是什么声音呢？再来呢，来播报我们台北西门町的新闻咯。台北西门町呢，这个雅香火锅今天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火警。那呢，也因为这样子台电呢赶紧把附近的这一些呢这个电力呢先暂停供给。那呢，停了一下子这个下午时段呢就马上了恢复给大家来做使用。这个是呢台北西门町这个雅香火锅发生的这个火警。那呢，它是地下室的仓库呢发生了火警那呢，楼上是有住户的，所以说呢，楼上的住户也被困在上面，有5个人呢，这个呛伤呢来送医这个是台北西门町的新闻。所以呢，不论呢你是住在哪里的朋友这个用火用电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也欢迎我们的忍者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忍者说呢，这个太好了，歌仔戏你好，也欢迎我们的忍者上来这个休假2天呢，不知道大家是来做些什么事情呢？有没有很想我呢？穿插一下歌曲，我们传统的7字调，感恩大家。心骑白马走山关，带我所有回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无担百事为无风无摇花未开。带来三个来当了水，当了花心花照开。这个呢，念念说呢，怎么有一只洋娃娃这一只呢是我在这夹娃娃机店所夹到的，30块呢，夹到呢这一只呢应该是树懒的啦，但是呢我们线上的这个好朋友说很像浣熊，它到底是树懒还是浣熊呢？真的是傻分不清楚那呢，我就把它缝上了帽子，以及呢，让它手再拿一顶有没有可爱呢？
但是呢，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呢，我们把它缝在这个换在这个麦上绑在这个麦上呢，我好像麦不用换颜色了，好像也看不到我的麦是什么颜色了哦。感恩呢，我们的这个景凤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景凤说呢，唱得好棒，感恩我们的景凤哦。哦，对这首曲子呢是我教这个日照中心的长辈们呢所唱的歌曲，我们这个新卡北北照三观该话所以回中原，以及呢四盆无单白四位，无风无摇花袂开。这个新卡北北照三观大家都知道，就是呢这个王宝钏一港四冰棍。性冰鬼这个分开了18年的时候呢，在相会的时候所唱的歌曲。那呢，当然在这个徐佳莹的歌曲里面呢，也有加入这首7字调，所以说呢，大家耳熟能详。那呢，这个四盆无蛋白四位就是用呢，这个小蛋出台呢，如果我不知道要唱什么歌词，就可以呢来用这样子的歌词呢来唱这个四盆无蛋白四位。无风无摇花袂开，等待三家荡落水，荡落花心花交开。那呢，你们也可以听呢这个短影音上的这些影片来去做学习哦。会放到网络上呢。就是呢，要给大家来做学习、来做使用的哦。那呢，为什么刚才会一直喝一下饮料了然后还会结巴一下了因为我刚才喝下去的第一口，发现呢，原来我的饮料不小心被掺了一点甜。所以呢，等一下呢，赶快再来喝口水。来，我们下一则新闻呢，有关于我们彰化的新闻咯。彰化呢有一个说是正义魔人的啦，他呢就用拿刀子来挟持呢另外一个男生哦。那呢这个男生呢被他挟持的呢是这个外籍的男子哦。那呢他说呢他看到呢这个外籍的男子呢在骚扰的其他的女生哦但是其实不是啦，这个呢外籍男子呢跟另外一个女生其实他们是同行友人啦，没有骚扰的问题。那呢其实呢亮刀也是错误的他就呢拿了这个刀子呢压在对方的这个脖子上呢，还好呢有这个其他的正义魔人也把他做压制了。那呢这个拿刀的亮刀的男子呢，他还说他是呢代替呢这个主持这个司法的正义这是发生在我们彰化的新闻。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哦。这个呢这个随时随地有的人带着刀子出门的啦，带着折叠刀出门的啦，带着这个酒瓶出门的啦，带着一些会攻击作案的这个用具这些器材，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彰化的新闻。下一则新闻呢，是我们新北呢，我相信如果有在看这个新闻媒体的朋友呢，大家都知道这一则新闻有关于呢这个葱油饼店，也有关于呢被这个命案的事件那等一下来跟大家播报一下。那线上的好朋友，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这个呢，我就不要这个回应了再来呢，我们这个灵感菇这个。出门在外都要注意哦，感恩我们的这个灵感菇，没错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安全哦。再来呢，我们来唱歌呢，我们传统的都马调，再来跟大家播报呢，我们的新
北的新闻哦。再来欢迎我们的念念，但是你安尼讲我是要回头不回头啊？你这样子讲的话呢，我该回头吗？来听一下呢传统的都马调，感恩大家。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强事假大利。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君臣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补尽，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将你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言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君臣礼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使卡死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好下去。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记着，你呀做行。全部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都马调哦。在我们一路打金针的 CD 专辑里面呢，哇，这个驸马都已经下跪呢，跟这个公主来道歉了。想不到说呢，这个公主还是不原谅他，还是呢坚持呢要把他带去见我的皇上爸爸。哇，非常野蛮的个性了哈。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明辉以及呢我们灵感菇的掌声鼓励鼓励哦。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小邱以及呢我的蛙柜管理员的好听以及拍手。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美玲的掌声哦，感恩你们。再来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这个还好啦跟你们讲这个他说后面好像怪怪的这个我不怕了我家楼上拜着关公，然后我后面拜着虎爷，然后呢我还有听这个佛教的这个一些故事了所以说呢这个自在心了不用害怕的。再来呢，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来跟大家播报呢我们新北的新闻咯。新北芦洲呢，这个葱油饼店的夫妻这一对呢，老板以及呢老板娘呢，想不到呢被他儿子呢所杀害咯。哇，身上呢砍了好多刀那呢，这个儿子呢还刻意的制造这个断点，就想说呢，这个骑机车出门啦，然后搭车啦，然后等等之类的呢，还有步行制造了非常非常多的断点。那呢，今天晚上也抓到了这个儿子这个嫌疑犯，这个呢是36岁的儿子他是呢，这个呢
没有这个工作的，他是无业游民，只靠着呢他的爸爸妈妈呢在做这个葱油饼店哦，那呢来资助他的费用。那呢你们所知道的这对夫妇呢，他只有月休4天呐、你看哦，这么辛苦的呢，养这个孩子哦，这个36岁的儿子，想不到呢还被杀害了哦。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新北芦洲的新闻。再来呢，感恩呢大家呢的这个没事。也要记得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上来聆听节目呢，可以听到一些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新闻媒体，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咯。再来呢，你们知道吗？这个我们不管是夜市啦、市集啦，还是不管去到路上呢，这个买到这个漂浮气球哦。其实呢，里面呢可能是这个氦气或者是呢等等之类的空气哦，要注意呢，给小朋友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呢这发生在我们这个高雄的新闻哦。高雄呢有一名6岁的这个女童哦，她想说呢这个气球呢破掉了会漏气哦，所以说呢她就用嘴巴呢去吹这个气球。想不到呢，吸入太多的这个氦气哦，而呢缺氧哦，然后呢这个嘴巴呢马上就发紫发黑了。还好呢，这个父亲呢有发现哦，赶快呢把他送医。这是呢发生在我们高雄的新闻，而且呢你也知道这个空气呢是无色无味的啦，无毒的啦。不是无毒是有毒的所以说呢，吸入太多呢进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没有错，会爆哦。所以说呢，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高雄的新闻。他想不到说呢，这个小朋友呢，想说这个破掉了，所以呢，他就用嘴巴呢去给他吹气了，吸入了太多呢，这个不明的这个液体，然后这个气体抱歉，是吸入这些气体，所以说呢，就嘴唇发黑发紫了。还好呢，这一名爸爸也这个有发现，而且呢，这一名爸爸呢原本是想说这个小朋友怎么趴在地板上玩，还去叫他跟他讲说呢，不要在地板上玩了啦，起来了啦。那呢，后来才发现说呢，原来他的这个女儿是昏倒在地板上。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呢会爆掉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灵感菇这个3条线都冒汗的表情。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小秋说这个气球呢，这个比较多啦然后呢，这个易燃的物品没有错，所以说呢，如果要买这个气球呢，给小朋友玩的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我们的明辉呢，跟我们的小秋呢说晚上好。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那呢，等一下呢也会聊聊今天的主题，执行力永远不是靠天赋。那呢，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呢？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做聊聊天哦。来穿插一下歌曲呢，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来给大家听。等一下呢，我们呢再来讲讲今天的即时新闻以及呢今天的主题内容咯。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亮红明，贵府提棍王修丽亭，唯独公主不尊行，驸马怒会无心行。提老生兵，叫万姓。尊神加倍保重礼敬，
听诉唱歌，老君殿，我回府找伊讲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阿姨讲风花影。感恩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播报的呢，是我们北部的新闻喽。新年前呢，大家呢会自己的呢来打扫自己的家里，还是呢会找这个居家的清洁哦？这是呢发生在我们北部的新闻哦。也先感恩我们的小秋呢说好听，掌声，以及呢我们的蘑菇啊这个灵感菇啦哈，还有呢我们的忍者说好听哦，感恩你们。哇，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有这个小蘑菇的啦，也有呢这个呢灵感菇的啦哈，哇，好多这种香菇类型的啦哈，我下次呢要来把它改成这个叫做杏鲍菇哦，还是呢大家呢有机会呢改成呢这个金针菇也不错。多吃一些菇类呢也不错，尤其呢这几天呢开始天气要变冷了哈，相信大家呢会开始吃火锅喽。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这个感谢你的新闻报道，也感恩我们的小秋。先感恩呢我们的这个小秋今天呢跟我聊了一个下午，以及呢小秋呢参与了我几场的这个日照中心的活动哦，这个也感恩我们的小秋，感恩你。还有呢感恩我们小秋呢这些临时的赞助哦，感恩你。再来呢，我们这个汪贵哈哈大笑哦，打了一堆香菇哦，没有错。你这个汪贵，你应该改成说这个加香菇，或者是呢这个汪贵挂号内含菇类哦。再来呢，感恩我们的黄正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这个灵感菇说要被吃掉了这个呢，夜市不是有很多是这个炸杏鲍菇的啦，炸这个金针菇的应该是还不错吃了这个灵感菇究竟为什么叫做灵感菇呢？吃了会不会有很多的灵感呢？那我下次再来吃吃看咯。再来呢，你们这个过新年的时候呢，会自己来做清洁，还是呢会找这个居家的清洁呢？这是在我们北部的新闻哦。有人呢在上网找这个脸书啦，甚至呢找这个 IG 啦，找这个居家的清洁来哦。想不到呢没有打扫干净，打扫一半而已，这个钱收了就落跑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尽量呢，如果呢要找这个居家的打扫公司啦还是呢要找这个大型的公司，或者是说呢找这个有认识的、有信任的公司哦，会比较好一点点。这是呢发生在我们台北以及桃园的新闻哦。所以说呢，如果你懒得呢这个打扫的朋友想要找一个这个居家清洁啦，也要注意一下安全，以免呢被诈骗的话给你收钱呢，结果没有给你打扫干净哦。接下来呢，这个新闻呢，底下呢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台南的新闻哦。台南今天非常的出名哦。
虽然不是太好的新闻，但是呢，都是有关于台南的哦。台南呢，前几天呢有跟他播报一则新闻哈，这个警方呢来扣这个牌照哦，为什么呢？说呢这个重机的后面这个车牌呢太过于翘了啦，太高了啦，所以说呢就把呢这个车牌扣掉了，然后呢也给把人家的车子给拖走了。想不到说呢，哇，这个盐行派出所呢，哇不打紧又开始继续来找茬咯。而且呢，只是凭着这个 iPhone 手机来量角度而已，干没凶悍哈。这个呢，我们学数学也知道要用这个三角锥这个圆锥来量啊，你怎么会拿这个iPhone 手机来量呢？是不是蛮扯的？结果呢，他用了这个呢，iPhone 手机来量角度之后呢，哇，连这个呢要去代修的车子也不放过。还有呢，这个代修的这个朋友呢，被扣了2台车，总共呢被罚了呢这个7万的罚单这个7万的红单，这是呢发生在我们台南这盐行派出所的新闻呐。哇，这是有点扯的所以说呢，大家保护好你自己的车子然后呢，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敏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就连呢这个车牌外面呢加了这个框也被扣走了，也被呢这个说呢是违法的所以说呢，他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不管呢这个行车在路上啦，甚至呢你的车子是代修的啦，停在路边的啦这个台南盐行派出所开始呢出来巡逻呢，来查呢你的车牌是不是翘得太高的大家就年前呢把关好你自己的荷包咯。再来呢也要来播报我们台南的新闻哦。台南呢这个庙会呢，想不到呢造成呢哇一个人呢头破血流啦，还去缝了2针。据说呢是这个烟火放上去之后呢，未爆弹砸下来，刚好呢砸到他的头刚好烧伤他的头，所以说呢这个去缝了2针那也幸好呢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同一起的地方也发生了这个草丛起火而且呢还蛮大的火势那呢，警方呢以及消防队呢，当然就会开始呢去查一下说呢，为什么呢这个发生这件事情以及呢个人的想法啦也是说呢，这个尽量呢不要放这些烟火，不要放这些鞭炮了你看呢，我虽然是演歌仔戏的人，但是呢，这个在放烟火啦，在放这个鞭炮的时候呢，我不会跑去底下看，也就是因为呢，其实呢，歌仔戏的演员也有曾经呢，这个歌仔戏棚被这个烟火呢炸下来，烧破这个戏棚而掉进来，哇，这是会起火的所以说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庙会的场地啦有这个放烟火的，也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安全，离远一点这样子也欢迎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再次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问一下呢，我们蜜蜂大大呢刚才是又跑去哪里了再来呢，来唱一下我们的歌曲，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也欢迎我们的伟成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丽华丽华呢同时间也说雨涵好，欢迎我们的丽华。哇，感恩呢，我们的丽华呢很支持我都有看到你的留言而且呢都是我亲自回复的，所以说呢感恩我们的丽华。大家呢如果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赖群组的连结，以及呢我个人的这个脸书以及 IG 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来穿插一下7字连、7字摇板
跟我们的带七字音。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用。东酒假使啊已生病，待可恁调心不惊。风爱晓心，无情意，竟为着留下梦凄离。风风边啊冲了去，军雷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北宝金相依。好嘛无讲找情义，并讲红颜情义。感恩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刚刚呢有唱呢，你喜欢的那一首嘛，刚刚有唱过了啦。如果你要再听一次呢，等一下也可以再唱一次哦。再来呢，欢迎我们的小阿姨上来。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哈，这个蛙贵姐姐还在吗？蛙贵姐姐正在忙哦。蛙贵姐姐呢，前一阵子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呢，现在手很忙的哦。所以说呢，她有在听啊，不一定有时间可以看我们大家的这个打字啊哈。先跟你讲一下。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这个灵感菇，然后呢，我们的明辉都说唱得很棒，然后呢，掌声鼓励，感恩。然后呢，这个伟成说呢，我怀疑呢，雨涵呢刚才唱到一半哦，看到讯息，这个笑到分叉了哦，没有错。因为呢，我看了一下哦，大家的留言呢，想说，蛮搞笑的这样子哦。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这个小秋的掌声鼓励。是的，没错没错，所以呢，他会小小的忙一点点。那呢，大家好，如果没有看到他的留言呢，我会帮你这个代转达的啦哈。那就是因为呢，小小的忙。这样子跟大家解释一下下就好了。然后呢，再来呢也是发生在我们台南的新闻哦。这个是一个恐怖情人的新闻，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新闻喽。这个呢，台南呢有一个女子哈，她想说呢，她想要跟这个男友来分手。结果呢，提出了这个分手之后呢，这个男生呢非常非常的生气，想不到呢，在车上呢拿这个枪呢，就一枪毙命了他的女友。但是呢，你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吗？没有哦，他载着呢他的女友呢，居然在外面这个样子绕啊绕啊，然后呢绕了呢这个31个小时。那呢，最后呢，怎么被警方发现说呢，他杀害了他的女友呢？是因为呢，他吃了这个安眠药。这个男子呢，自己呢吃了这个安眠药，结果呢不小心呢撞了这个电线杆啦。到了呢这个呢救护人员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呢，哇，这个案情不单纯哦，原来呢这个男子呢杀害了自己的女友哦。甚至呢，还把他载的这个尸体呢，在路上呢绕了31个小时。这是发生在我们台南的新闻哦。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我们的歌曲，我们来唱我们的这个7字调，感恩大家哦。
这是什么对话呢？为什么我完全看不懂这底下的对话是什么？来，我们来听一下哈，蜜蜂大大最爱的这个七字调。心骑白马啊，走三关，解我所有花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无转。四盆无丹啊，百姓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了水呢。了花心啊，花照开。再来呢，我刚有看到我们的伟成说呢，在找这个皮蛋口味的洋芋片，你还是没有找到哦。你有跟着去这个超市买吗？这个全叉的叉市。就是呢，这个叉联的叉市超市呢就可以买到这个皮蛋口味的洋芋片。你有去这一家找吗？这样帮他有消音吗？然后再来呢，我们的这个花贵说呢，感谢呢这个雨涵呢帮忙说明呢，感恩我们的这个花贵，也感恩呢花贵帮我抽空呢上来这个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当然呢，讲到这个蛙贵呢，也要这个点一下呢，蛙贵的爸妈你们好。再来呢，我看到大家底下的很多留言啊，再来我看一下感恩呢我们的小秋以及呢这个呢。伟成，还有呢我们的灵感菇，还有呢我们的明辉大家的都这个按赞，然后拍手感恩大家。这个呢，明辉也说请记得呢，这个订阅、按赞呢，开启小铃铛哦。感恩我们的明辉，真的呢，大家上来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要记得呢，帮我们按赞、订阅，帮我们关注起来哦。那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礼拜五呢的晚上这礼拜五晚上会休播一天，也就是说呢，原本我们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直播，那呢这礼拜呢会休5、6日3天哦。原因点是为什么呢？因为呢，礼拜五晚上我要去听一场这个演唱会了是这个以前呢这个民歌餐厅呢的老板呢，他有配合这个唱片公司来出这个专辑，那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台南哦，那呢是因为我要去看这个。之后呢，这可能3月的时候会办一场这个实体的演唱会，所以说呢，去看场地的时候，刚好呢跟这些老板来认识才知道说呢，礼拜五晚上他们呢要在那个场地呢来办一场这个小场的演唱会，所以说呢，我们呢这个礼拜五会休假我们这礼拜呢会休5、6日3天哦跟大家提醒一下再来呢，我们的这个 CHAN 大大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他说呢，这个呢是小赖吗？不是哈，我是呢雨涵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叫钱蛋雨涵，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的意思哈。感恩大家上来哟，然后呢，我们的灵感姑说呢，嗨嗨，然后呢，蜜蜂大他说哈，他不是小赖，袁小赖跳舞比较厉害哦。这个伟成说呢，这个小蘑菇呢，不要再躲在树上了哦，赶快下来喽！没错，这个呢，这礼拜5、6日会休息3天，是因为呢要去听这个演唱会，我会把这个资讯呢，来把它用上来，这个资讯栏连结给大家哦，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这个这个。越剧的狸猫换太子啦，以及呢上周报道呢的这个烧肉店，这个干杯烧肉店，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呢，可以点进去呢来做聆听。说呢，这礼拜的进修作业是什么？这个越剧的这个狸猫换太子。以及呢，还有我们这个上周所报道的这个干贝烧肉店。然后呢，我们的伟成说呢，这个主持人大众脸，本来还说有人说这个卢广仲的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琪琪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我们来唱一首呢，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呢，这个上周所报道的这个干贝的这个烧肉店抱歉，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无七十相守，心不宽写无理由。归爱大祖去拜寿，年年今宵老优秀。quân đuôi hóng ca chiến kim đi khờ bi hóng tiếng kim kim cả y quê ai kia điền đi xin xin điện đỡ tiếng quỳ kín đoàn ba bờ xin thao đi hong quan bình suy kín thế nỡ cuốn kín bồi qua kề bê chạy hù tan hú mai huê cùi等一下我刚才呢不小心看到这底下的留言怎么越来越好笑了怎么蜜蜂他说呢膜拜要膜拜这样子，
再来呢，大家好，还有这个呢，灵感菇说呢，有神快拜哦。再来呢，这个蜜蜂大家说呢，阿弥陀佛敲木鱼哦。哇，这一看哦，这太搞笑了啦！大家怎么可以这么搞笑哦？这个呢，如果我一边这个唱歌曲，然后呢一边这个看着这个大家的留言不笑场我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人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一一的来回复一下大家，然后呢我要偷偷的呢把大家的这些留言把它截图下来，太可爱了大家。再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这个呢，蜜蜂大家说卢广仲唱歌厉害，然后呢小赖呢跳舞厉害，所以呢代表着老师都厉害我就跟你说我连这个瓦斯都不会开的这个什么都不厉害，我只有歌仔戏是专精的，歌仔戏也没有都很专精那呢其他呢你要说开瓦斯煮饭啦我不会啦那呢生活上还有很多事情呢我是一个小小的不会的地方再来呢这个雨涵呢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呢，可以说呢这个集大成于一身哇，这也太好的称赞了吧。再来呢，蜜蜂他又说这个老师呢他什么都会，他是呢宇宙的化身然后开始膜拜了刚刚呢就是呢拜在这一句话开始呢笑场了真的太搞笑了。我们的林坎姑说呢这个唱跳歌仔戏高手哇，还有用唱跳的感恩大家。然后呢这个伟成说呢这世界上呢可能是假的，老师呢其实呢是这个宇宙呢来当这个观察者的，一直在观察我们就好像这个水族箱一样那呢这个动物园呢可能还要缴费，那如果我是这个观察者呢，这个下来呢还不用这个缴费太搞笑了啦大家还有人说呢这个笑场抓到了然后呢大家真的是丽华说呢笑场开心笑一笑呢精神好，没错呢每天呢来感恩3件事情，以及呢笑一笑呢这个精神呢以及呢心灵会变得很好所以说呢当你这个心情就算不开心，每天呢回到家呢还是要逼迫自己来微笑一下，因为呢逼迫自己微笑呢其实脑中呢还是会分泌这个多巴胺让你开心的即便呢你在多么的不开心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忍者说呢主播请认真再来呢这个呢欢迎我们的小可爱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这个灵感姑说呢那要唱新专辑了吗？还没有这个呢卢广仲的新专辑我不知道了但是呢我自己的新专辑呢要到这个3月份呢才会交这个剧本给我，那呢到时候呢等录好音再呢给大家收听一下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国民精神这句话好笑国民金孙那我要把它这个以后呢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写国民金孙这样子对，期待一下下一出戏呢是我们这个胆色必欢干陈世美反间，那呢请到我们这个歌仔戏的这个老师呢编剧老师他是呢长期配合我们这个明华园天字戏剧团的这个洪敬亭编剧，那呢他会来帮我们编这一出这个胆色必欢干，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也感恩大家。反间不是这个
这个正反肩的这个肩呢，是呢，有奸情的这个奸，好，这样子我打上来哈，这个奸是这个煎哦，哈，不是呢这个煎鱼的煎哦。来，我们来听一下呢，这个呢，七字连空咒好吗？我们的琪琪说呢，主播校长也太可爱了啦，感恩我们的琪琪。先容我呢喝一口水，然后我们来唱个七字连空咒，以及呢来跟大家聊聊呢今天的主题内容：执行力永远不是靠天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常常说呢自己要躺平，对不对？那呢，有很多人说主播呢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个每天的这个执行力都非常的好。那呢就刚刚好呢有这样的主题所产生哦，所以呢先让我喝口水，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哦。我是让你找到新的话题的人吗？没有错。没错，就是蜜蜂大大，感恩你提供了这个主题。然后呢，这个灵感菇说呢，你也不想努力了，那我们就一起躺平吧。来，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咒。秋难改，中心事随人知，冤家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你爱阮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乱来。我会有好受，亲像姑娘，手归有分开，风风过笑鸟啊，无注定悲哀，一步经春选叫我自带，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刚准啊。情深渐将心地带，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唱一首歌怎么有点困难啊？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这个琪琪先问说主播几岁结果呢，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这个主播280岁这个呢，灵感菇又说哇，人类的金孙刚刚呢是这个国民金孙，今天呢变成这个人类的金孙
主播呢，这个去年27岁，今年28岁了。过完年呢，或过完生日呢，就变成这个28岁哈。那如果不过生日呢，我们就27岁，这样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小秋说呢，这个今天呢是搞笑的直播节目吗？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然后呢，这个蜜蜂大他说哈，这个老师永远这个青春哈。然后呢，灵感姑说呢，好笑一直笑，而且呢，认真就输了哈。这个呢，伟成说呢，躺平可以纯聊天哦，那大家就一起躺平了哦。来，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内容。这个呢，执行力永远不是靠天赋哦。你们所看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哇，每天这个下播的时候呢，又发文啦，又发影片啦，就像呢今天又发这个短影音顺便推一下这个短影音呢，要记得哦，帮我们按赞一下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惠山日照呢的推广活动，大家呢要记得帮我们按赞一下。那呢，你看哇，我这个每天都忙到半夜的啦。所以说呢，不是呢这个执行力很好哦，不是说呢这个执行力都只靠这个天上给你的，不是只靠天赋哦，永远呢这个执行力呢都是要靠我们自己所培养的。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呢这个商周所报道的我们这个干杯的烧肉店你看哦，就像我一个直播节目我要做这个新闻的啦，然后呢又要做戏曲的啦，又要做明天的天气啦，还要呢，再来看影片呢，还要读书，把这些重点呢来把它抄下来哦，才有办法呢来跟你们做直播节目。这个呢就是呢，这个执行力永远不是靠天赋哦。所以说呢，躺平好不好？好不开？是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呢？当然呢，躺平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哦。但是呢，躺平呢，你永远就没有什么执行力啦，永远呢，你就学不到东西。所以说呢，偶尔躺平是可以做的事情。那呢，就像我们的这个蛙贵大大也会说呢，这个假日呢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哦。我跟他说呢，我这个自然醒的机会我在这个主持这一半年甚至这一年里面呢，我几乎呢没有这个睡到自然醒的时候所以说呢，躺平可不可以？躺平是可以的，但是呢不可以太多次这样的机会哦。主播最后都会有这个腹式呼吸法吗？会有的哦。所以说呢，要记得这个执行力呢是靠我们自己所培养出来的。那呢，你看我这么认真呢，来抄这些笔记。那等一下呢，来分享一下呢，我们这个商周所报道的这个干杯烧肉。那呢，上次是不是有跟大家聊到呢，这个三不问呐？其实呢，三不问后面呢还有五不说，五不说之后呢还有三不帮。那呢，这个话题呢，改天再跟大家聊聊，因为呢，这个话题呢就可以聊很长了。我们先来播报一下呢，这个干杯烧肉店不小心把它叫干杯了再来呢，我看一下大家呢，这一些的留言这个呢。忍者以为现在要呼吸了，还没到这个呼吸时间。再来呢，丽华说呢，日照的活动呢太有意义了，感恩我们的丽华。再来呢，我们的这个花贵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呢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哦。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哦，那你先忙那呢，感恩你，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呢，太厉害了，能力好哦，不是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能力哦。
再来呢，这个灵感菇说什么哦？你不说，我不说，好啊，大家都别说，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蜜蜂大他说：“难怪我赚不到钱，因为呢太年轻，还是爱躺平哦。”这个干杯烧肉店呢，在全台哦是很多间店这个分店啊加盟的啦。那么其实呢，这个品牌呢才27岁而已哈，跟我差不多年纪而已。但是呢，它最近呢要开始换菜单哦，然后换成呢这个比较平价版本的有这个99块的啦、199的啦、299的以及399，就到这里到399是它的最紧绷、最高价了。为什么呢？他要这样子来做呢？这件事情呢，他说呢，要成为这个烧肉界的大创哦。什么叫做烧肉界的大创呢？就是说呢，它看起来很便宜，那呢，但是呢，这个吸取一点呢，这个呢赚一点呢，其实加起来呢，就会让你呢这个订单非常的高，非常的大量，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干杯呢，它要开始企业做转型喽。那呢，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就说呢，就算呢你自己呢不是在做这个自己来做开公司的啦，自己不是老板娘啦，自己不是老板啦，但是呢，我们可以听听看呢，人家如何操作的，我们也可以学起来做呢。你现在来跟这个年轻人的互动的方式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琼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什么意思啊？我开始看不哈。等一下，我真的完全看不懂这里的这个留言了。再来呢，你知道吗？这个现在的干杯这个烧肉店呢，跟他以前来做比较其实呢，他差了呢以前的这个30岁以下的客群呢，剩下这个20%左右而已，越来越少这个年轻族群。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要有年轻族群呢来吃这间店呢？因为呢，年轻人是不是很爱这个拍照打卡啦？以及呢，你所要去吃一间餐厅会不会呢？第一件事情呢，先去看它的评价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人呢以及日本人的差异哦。我们台湾人呢说呢，这间店好吃啦，这间店呢好买啦，我们就要给它5颗星的评价。那呢，这个日本人就不一样日本人是说呢，这间店呢好吃。普通，那呢我们就给他呢一个3.3颗星啊，3.5颗星的啦，这样子的评价。那呢，如果说呢真的非常的推荐呢，他们才会给他5颗星。所以说呢，你去到日本的时候，这个 Google 一打开这个地图一打开，发现说呢，为什么他们这间店那一间店都只有3点多颗星的啦，甚至呢4颗星的啦。不是代表他们不好哦，只是说呢，日本人的习惯呢是说呢，这个普通啦，好吃啦，他们就打在这个3点多颗星而已哦。那呢，有这个年轻人的族群呢，才会呢创造这个品牌呢备受关注哦。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干贝烧肉店呢，他们为什么要开始转型这件事情哦。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呢，他说呢，还是跟蜜蜂一样会缺氧啦哈。再来呢，这个呢，蘑菇说他是缺氧，什么氧呢？是呢，缺被人家包养的这个养哦。其实呢，这上面还有很多的资讯呢，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啊。那大家呢，其实好像想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了，对不对？你只有1元够吗？什么意思？用1元养它呢，它可能会被你先饿死哦。再来，你知道吗？这个干杯烧肉店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这个公益链什么意思呢？其实它的旗下呢有9个品牌。
68间的这个餐厅。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日本呢进口这个牛呢，他们是整只进口的哦。进口进来之后呢，再批发呢，不管给超市业啦，给同业的这个餐饮业的业者啦，以及呢自己不同的品牌来做使用。最后呢，把这个边角料呢来做呢他们的这个宠物品牌，叫做呢这个毛孩干杯哦，是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讯息呢可以跟大家讲的哈。再来呢，我们也欢迎呢我们的 PAK 大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这个灵感菇说哈，299加元多一件哈。这个怎么好像是屈臣氏的广告，是不是？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我们传统的7字调，但是呢，这一次的7字调呢，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歌词咯。世上河顶是伟大的虽然为尊你甘知天的君亲属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知在家父庙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说嫁了你对谁人尊敬？身边公主对我来爱说明。再来欢迎呢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小蘑菇今天怎么这么晚上来呢？欢迎我们的小蘑菇哦！快来看，有你的同类什么意思啊？哦，对，这个呢，灵感菇哈，来我们的小蘑菇呢，以及灵感菇都上来了哈。再来呢，大家一起来改这个名字了哈，看要改个这金针菇啦、杏鲍菇啦，还有什么菇呢？大家尽量来改一下啦哈。我们就一个菇类的集合这样子哦。再来我们一样呢来唱歌我们的这个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哇，刚起床啊。刚刚呢才刚讲到这个躺平哦，这个小蘑菇刚起床。来我们来唱一下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公主最事你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伊生病，待何人何心不惊？驸马孝心，无情义。为爹娘望这里，风远边冲了去，军队去领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海北宝金相依，驸马无辜这情义。
情意。伟成说呢，而且呢有符合呢这个话题，而且还实际的实行哦，蛮搞笑的哦。刚才又偷偷的笑场一下了哈、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呢感恩的3件事情哦。我们的伟成说呢，忍者有任何的动力之前呢，要记得呢先这个呼吸气哈，要来做这个呢。我们的蜜蜂呢他说，咦，怎么又有菇哈？没有啦，就皮筋的小蘑菇，然后呢我们的灵感菇哈，2个，有香菜菇哇哇哇，太厉害了哈！掌声鼓励。哇，3种菇类呢集结起来哦，太厉害了！先把它结起来哦，哇，太厉害了哦！赞叹嘞，赞叹各位呢！哇，这个呢，有我们这个香菜菇，有小蘑菇，有灵感菇哈、哦。再来呢，忍者哈、哦，你要不要来一个这个忍者菇、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好神奇哦！这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不应该呢用这个树懒在前面啦，应该呢找一个这个香菇的来用在前面才会对哈。来，我们来听个怒骂调。心惊胆战化归爱，哪敢当唱一歌歹？心病做事受摇摆，我定要打落逼你心地改。大东明珠万金之躯，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痛？当着我是拍紧师傅，你不免闪避，无通顺救。太特别了，大家。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呢，若有认识我的出个声啊。欢迎呢，我们的万贵说这个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我们的香菜菇说呢，这个呢直播在干嘛的呢？我们呢来推广呢这个文化戏曲。以及呢，再说呢明天的天气啦，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哦，也欢迎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呢上线哦。然后呢，哇，最近这个越来越多这个菇类上来咯，有我们的小蘑菇，有我们的这个香菜菇，还有呢这个灵感菇哇，今天呢很晚呢今天呢我可能会播到快10点了因为呢大家一直进来再来呢，香菜菇说呢，等一下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会进来哟，感恩我们的香菜菇。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再来唱一下歌曲，等一下会不会有猴头菇
这个呢，小作所的小朋友呢，如果听到这一段应该会觉得蛮好奇的哦。这个是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呢，上来的好朋友他们取名的有这个小蘑菇的啦，有灵感菇的啦，有这个香菜菇的啦哈。等一下呢，不知道还有什么菇这样子了哈。再来，我们来听一下花椒叶以及良叶之歌，虽然刚才有唱过了哈，我们再来唱一下。等一下，一些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等一下呢，我们也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分阳公婆7十相寿。心不快些无理由，为爱多做去拜寿，年年今扫老优秀。滚泪红甲千金里，可比红点金枝，该结连理。心情令人飘富贵，爸爸心相披，头顶。冰水，去报伊，我加倍在负担，买回顾。完蛋了哦！哇，这个呢也太多菇了吧！刚刚呢有这个大家提供的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笑的。灵感菇呢，以及我们的伟成说这个笑加黑菇再来呢，哇，立马呢就有这个茶喉忍者菇呢上来小蘑菇说呢，我是元老级的小蘑菇啦。再来呢，哇，怎么会有这个茶和这个忍者菇那呢，这个灵感菇还说呢，要吃披萨吗？哇，这个披萨呢上面可以加很多菇了还是你们要一起呢炸一炸就好了那呢哇，这个呢，菇类要大集合的你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中青会帮你们成立一个中青会的这个粉丝团？那呢，你们可以在那里集合。那呢，看地点在哪里再跟我说一下欢迎大家呢，这个上来远的广播电台太厉害了啦！有这个呢茶火忍者菇，然后呢有我们的灵感菇，然后呢刚才还有这个香菜菇，还有我们的小蘑菇哇，居然有这个4种菇类上来了还有我呢这个歌曲都唱不好了
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再来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这个赖群组的连结，还有我个人的 IG 以及脸书哦，别忘记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呢，上来聆听。以及这个菇类呢，大家呢小酒到小博大家呢看奏会哦大家呢一起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天的直播呢就点一下说呢4位这个菇类呢请上来报道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们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这个蜜蜂说被老师呢烤熟了吃的我没有用烤的，我要用炸的炸的应该比较好吃一点。夜市不是都有那种一盒一盒这样子，一盒50块的炸香菇，一盒100块的这样子我要用炸的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呢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甚至呢贯穿到脑中，我们都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也记得呢在这个吸气吐气的过程当中呢不要笑出来会岔气笑加黑菇啊那种对了。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都可以来感恩3件事情哦。我们先来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感恩大家上来，我们呢来唱个歌曲，然后呢我们的陈晨芬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以及呢，大家都是孤累的那我们要开始做打扫工作了。伟成呢要帮忙呢来扫地了，然后呢忍者要打蜡，然后呢这个小阿姨呢要帮忙呢来这个擦这个桌子那呢就麻烦我们的蛙柜呢帮忙擦一下椅子咯。这个呢
茶喉忍者菇呢说呢，大家在干嘛？大家呢在帮忙呢这个打扫这个戏院这个是我们雨涵电台的专属大家的清理工作，就是呢直播的最后呢，大家呢都会呢一起来打扫这个剧院有的人扫地的啦，有的人呢这个擦桌椅的啦有的人打蜡的啦，要记得呢脚要抬起来让大家呢比较好打扫一点点。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呢，这个感恩宇宙，感恩天地，感恩雨涵老师，感恩你。再来我有看到我们的这个 LIAW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这个灵感菇说他要去扫厕所。厕所通常是最脏的地方了先感恩一下我们的灵感菇，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那呢也感恩呢我们这个小秋一起上来然后呢小秋会跟我一起再去日照中心做推广活动感恩小秋。感恩呢你直播的时候还有叫大家来看雨涵感恩我们的小阿姨。真的大家没有人想到厕所感恩我们这个灵感菇呢，果然是灵感菇，所以说呢他可以想到这一方面感恩我们的灵感菇来，我们来唱一下我们传统的7字调给我们这个蜜蜂大大所听新奇啊贝贝啊，走三关该我所以会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分无单百事为无风无药会袂开。等待来三个来当落水。落花心花照开。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在问说这个小阿姨的频道是哪一个频道呢？它呢是这个 ELAINE 大大这个小阿姨的频道那呢它是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的这个下午4点半到呢晚上这个7点有在直播节目，那呢是这个生活的这个直播节目。那呢直播完之后呢，休了这1个小时的时间呢，请你们要记得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再上来聆听呢雨涵的广播电台，衔接的刚刚好所以说呢这个每周一到每周的下午4点半呢到我们的这个晚上7点先看一下小阿姨的频道，再来看这个8点钟的时候呢，要记得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要这个小阿姨的频道看完之后呢，这个晚上给我睡着呢。要记得有休1个小时让你们去吃饭。那呢最近这个菇类太多了啦，所以我们不要吃太多菇类让他们呢好好的长大
哇，今天呢的直播节目哈，这个没有在线上的大家呢，听这个回放的时间点呢，可能会觉得呢，到底在做什么哈？但是呢，在线上的大家呢，会还蛮愉快的哈，变成了这个全民的金孙呐，哈，我逼着这个全民的金孙，然后呢，还有哈，我们这个菇类的这中青会是不是？那呢，大家好，再自己成立一下，看要去成立哪里哈？再来呢，这个呢，伟成来问这个灵感菇说哈，这里烧好了哈，要不要盐酸呢？我这边可以先提供给你哈。这个灵感菇还说哈，太刺激了，我们用这个漂白水就好了哈。哇，大家好可爱哦！大家呢要记得哦哈，记得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菇类可以先提供给这个小阿宇去做料理，是不是？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聆听呢一怒打金枝 CD 的专辑哦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节目的最后呢，再送大家一首哈，我们的这个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奇情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会有好受亲像姑娘，受开又分开。风风起，少年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春选骄我自带，往下成现过牛麦。冤家讲准啊，讲心怎自在，情深将将兄弟带，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解？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抱歉哦，刚才直接卡痰了哦。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哈感恩老师给我机会学习哦，没有不敢当，我们一起呢来去做服务哦。
那大家呢，如果呢这个今年的3月份如果呢要来办一下呢这个实体的演唱会，在我们台南有想要呢来参与的呢，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会办在礼拜六的下午场。那呢大家呢办在这个国华街的附近所以说呢听完演唱会之后呢，可以去呢附近的国华街啦，这个中正路啦，以及呢这个神农街来逛逛。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底下跟大家说一下咯。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听银弩打金枝的 CD 专辑。刚刚呢吃了很多的菇类想不到呢，吃了这么多菇类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吃一点的这个竹笋炒肉丝才不会呢这个菇类吃的太多了。来听个呢我们这个竹笋炒肉丝的片段，银弩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晚安，明天8点再会咯。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也敢当手只看海。想变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并你心地改。因一句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痛？当着我嘛是拍金赛夫，定面相片，无通寸金。怪爱对我上天变过了。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解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2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你予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倒，予你过到我文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予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医生病，大好。小心，无将你，因为爹娘望千里，风风翻边将了去。小气，也歹。
白宝金寿衣，好嘛无够切情意，面可光阳情意。